要来看的是台湾的边境严防新型冠状变种病毒来侵入。元旦开始，针对为中国来台湾的旅客做喙内的 PCR。新制度开始的头一天，采检524个人，阳性率是27.8%。指挥中心会来做定数，掌握变种病毒的趋势。专家讲，虽然目前 XBB.1.5 这种的新型变种病毒感染传染力真强，也毋过加在台湾已经有经历过2波 BA.2 甲 BA.5 的大流行，有抗体咯。专家嘛来提醒，这礼拜是主预防射的黄金周，拄好会当伫咧过年期间发挥上大的保护力。没有啦，已经抢完了。上万来家顶阁卖完啊！中国重庆真侪人抢来买这款药啊，专门治疗落屎、毛秃石散。因为患了新冠病毒这种大魔王，讲是免疫力、逃脱能力上强的病毒。因为开落屎，互中国民众惊甲一暝拢甲药啊扫了了，都惊病毒歹动静，佫会开枝散叶。台湾为元旦开始，为中国来游客拢爱做喙内采检。新制度杀出来头一天，采检524个人，阳性率要我3成。指挥中心紧早一步来推出这种新变种病毒，就惊疫情崩溃会歹收煞。就惊伫咧过年后，疫情搁一摆压悬，会1月7日到31号维持现状，无开放中国观光客来台湾。但是在北京、上海、新岛含厦门4个直航点，或者是金马地区民众过年交通专案来台湾，入境时阵拢爱伫咧机场或者是港口做 PCR， 嘛要配合浙江自主防疫含自我的体检。专家嘛提醒，伫咧台湾有亲人的，拢爱做过预防针来保护家己。因为接近过年，大概只剩下2个礼拜左右哦，所以这时候去打疫苗才是精准的疫苗的施打的方法哦，请大家要注意，尤其是你在8月以前感染的，出国回来，或者是从中国大陆回来，或者你要出国出去玩的，我是认为这个礼拜真的是施打双价疫苗的黄金周。专家分析，美国当时行 XBB.1.5 随网免疫逃脱的系统速度真紧，不过高重症、高死亡率的机会相对低，加上台湾有经过2波 BA.2 和 BA.5 大流行抗体，所以唔免太过惊吓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